喺伊比利亞半島，冰雪逐漸融化。喺內陸地區，植物處於休眠狀態已經4-5個月。而家氣溫逐漸上升，日照長咗，濕度亦都高咗。冰雪化為雪水，適合飲用。流水嘅力度亦增強咗。作為食物鏈嘅主要生產者，植物再次欣欣向榮，萬物亦都回春。動物無論係咪草食性，都要靠植物維持生命。動物同植物都需要對方求存，不過為所有生命週期鋪路嘅主要元素，始終係植物嘅生物量。春天帶嚟陽光，太陽一日比一日升得更高。透過光合作用，無機物再次轉化成活嘅物質。周圍有好多食物供應俾大家。根莖都有豐富樹液，樹葉同花亮麗登場。起點係伊比利亞半島嘅南端，喺北部地區嘅生態系統仍然寒冷，但係喺安達魯西亞、阿爾加維同東部多數地區，春天已經綻放。瓦倫西亞嘅阿爾布費拉淡水濕地夜幕低垂，但係春天已經蘇醒。花朵嘅顏色被蛙女求偶嘅叫聲襯托得更豔麗。歐洲樹蛙只有一個聲浪俾佢發出聲音，但係佢嘅聲音可以傳到好遠，而且訊息十分明確。大家都想要嘅係地盤同埋配偶。呢隻產婆蟬俾人哋快咗一步，佢係雄性，有卵子附着喺雙腳之間，係2個星期前雌蟬產嘅卵，喺佢活動期間，蝌蚪已經發育。今日佢會將蝌蚪放落水。從今以後，小蝌蚪就要靠自己。喺3月中，德斯佩尼亞佩羅斯以南夜晚變得相當嘈吵，但係蒼梟並冇受到聲音擾亂，因為佢哋有對位置不對稱嘅耳，扁平面可以輔助佢哋憑聲音揾出獵物位置。呢隻捕獵者可以辨別出最感興趣嘅聲音。一切視乎發聲係邊種獵物，以及來自邊個方向。繁殖季節好快就要開始，佢哋必須養精蓄銳。蟾蜍同蛙表皮往往有毒素，而且冷冰冰，唔係蒼梟喜歡嘅食物。佢情願食老鼠，老鼠嘅紅肉暖洋洋，有大量蛋白質同能量。
倉驍係聲音大師，亦係無聲大師。佢哋翅膀前端嘅羽毛生得唔平均，形態就好似一把奇特嘅梳，揮翅滑翔嗰陣能夠做到寂靜無聲。夜行猛禽所捕獵嘅小哺乳動物數量多得出奇，所以猛禽喺生態扮演嘅係平衡生態系統嘅重要角色。何況倉驍更加係遍佈全世界。喺安達魯西亞以北嘅埃斯特雷馬杜拉有更多跡象顯示繁殖季節就快開始。呢啲係巴魯埃科斯嘅湖，呢度嘅花崗岩長年累月受風侵蝕，形成奇怪渾圓嘅形狀。呢度地貌奇特，完全冇樹木生長。不過有好多生物喺佢平靜嘅湖水邊聚集。鳳頭霹靂喺呢度做好準備交配，以及捕獵。鳳頭霹靂唔係鴨科，佢係肉食性嘅，會食任何闖入佢口部嘅魚，無論係丁缺、鱈魚、鱸魚、鯉魚。呢隻雌霹靂有足夠嘅能量生產2隻蛋幼兒。代米耶爾濕地國家公園，無論範圍抑或生態，重要性都正在增長。喺水邊嘅一片片大草原，曾經被農業徵用，而家都回歸自然。喺春天，呢片大地就好似一片壯觀嘅花海。以氣候嚟講，春天係不穩定嘅季節。有啲反覆無常。喺好短時間之內，天朗氣清，可以變成烏雲密布、寒冷陰暗。有時連續幾個星期，似乎夏天提早報到。但係下個星期，無論係3月定5月，天氣又可以突然逆轉，突然變成2月嘅天氣。其實奇怪嘅天氣係春天嘅常態。有啲蛙等緊陽光曬落嚟，令身體暖和；而佢哋咁興奮引吭高歌，喺水池為自己爭奪地盤，就同身體嘅荷爾蒙有關。
雄蛙發出求偶叫聲，目的係斷定邊幾隻最大最強壯。歌聲嘅音符隨住聲浪嘅大小以及呼吸嘅力度而變化。蛙由肺部呼出空氣，震盪聲帶，再喺聲浪將震盪擴大，發出咯咯聲。呢種蛙有兩塊呢啲咁嘅鼓膜，當兩個聲浪一齊運作，就有立體聲嘅效果。咁樣雌蛙可以更準確咁斷定佢喜歡嘅雄蛙嘅位置。佢嘅求偶叫聲仲未吸引到任何雌蛙，反而引到一隻刺蝟嘅注意。隻刺蝟結束咗漫長嘅冬眠，而家似乎好肚餓。原來佢只不過係口渴，並冇意思捕蛙充飢，所以唔使驚。刺蝟知道自己行動緩慢，而蛙曬咗太陽，雙腿已經恢復活力。不過為咗安全起見，蛙都係決定讓開，一隻採取行動，其他就陸續跟隨。半島嘅內陸地區仍然好寒冷，樹木仲未長出樹葉，不過好快就會茂盛到遮住啲鳥巢，啄木鳥都開始大展歌喉。佢哋嘅求偶叫聲相當奇特，佢哋用強而有力嘅喙部猛啄樹幹，每秒鐘可以多達12下。一年又一年，佢哋都喺呢類枯樹猛啄。之所以揀呢類枯樹，係因為佢哋好似巨型傳聲結構咁響徹樹林。目前幾乎每種鳥類都築緊巢，每一種都有獨特嘅技巧，有啲更加積極投入極其複雜嘅工程巨製。鳳頭闢蹄竹嘅巢會浮水，用嘅係耐用嘅水生植物。
無論水位高漲抑或下降，個巢都會隨住上落，而承托嘅樹枝就固定喺池底。築呢種巢需要精細嘅技巧，部分係天賦，部分靠學習，最起碼都係經驗嘅成果。個巢起得相當穩陣，就好似要證實呢點咁，佢哋乾脆喺上面交配。個巢支撐得住，佢哋可以晉升到下一個階段。西班牙帝雕喺呢個時節，亦都集中建造鳥巢。呢個係伊比利亞半島獨有嘅品種，曾經瀕臨絕種。但係而家有成400對配偶，前景似乎相當美好。帝雕肩膀有白色嘅羽毛，體型比金雕稍為細一啲。有人就認為佢比金雕更加美麗，可能因為數量實在太少。呢隻雌鳥正在等待心儀嘅雄鳥帶禮物返嚟。如果係野兔或者係其他獵物，雌鳥或者會揀中佢，因為證明對方有能力養育子女。鳥巢因應唔同嘅品種各有不同。喺比利牛斯山脈，冰雪已經消退，但係湖泊同池塘嘅水溫度只係稍為高過冰點。雖然係咁，到咗春天，蠑螈照樣投入交配嘅儀式。有啲蠑螈會喺隆冬時分進行，視乎所在嘅緯度而定。寒冷天氣對於喺交配期嘅蠑螈冇影響，不過喺冰封嘅池塘底冬眠期間，消耗太多脂肪，所以喺交配之前，佢哋要養肥啲。
喺佩尼亞拉拉峰對落低處嘅山坡，黑美洲袖嘅生活算係過得去。雖然佢同壓袖分享佢嘅大餐，生活受到佢嘅困擾。春天到咗呢個時刻，壓袖已經有咗下一代，必須餵養小鳥。父母嘅食量要增加，佢哋有時會變得兇惡暴躁，而且數量非常多。雖然佢哋體型抑或氣力都大啲，但黑美洲袖就唔係咁常見，亦都唔會聚集起嚟覓食。佢哋食嘅腐肉通常細好多，揾到一隻兔仔嘅屍體已經好滿足。獵物咁細，佢哋唔習慣分享或者係你爭我奪。今次嘅腐肉係由呢隻黑美洲袖發現嘅，但係佢被推到旁邊。佢唔中意圍成一堆進食，而且佢同壓袖呢位表親唔同，佢能夠消化腐屍最強韌嘅部位，例如筋腱同埋皮。黑美洲袖同壓袖係近親，但係數量方面嘅差距就相當大。喺伊比利亞半島，每25隻壓袖先至有一隻黑美洲袖。不妨探討下黑鸛同白鸛之間嘅關係。白鸛係春天嘅象徵，佢哋體魄強健，喺西班牙同葡萄牙適應同繁衍得好好。黑鸛就唔同，佢係歐洲最瀕危嘅雀鳥之一。有90%嘅黑鸛都淨係集中喺伊比利亞半島交配同築巢。喺蒙弗拉格國家公園裏裏外外，塔霍河兩岸，黑鸛嘅數量正在逐少咁樣增長。新一代嘅黑鸛已經孵出，而且陸續有來。黑鸛嘅數目喺過去20年增長咗1倍，而家總共有500對。至於白鸛，目前就有超過3萬對成年配偶。西班牙原羊一出世就已經識得行走，甚至喺崎嶇嘅岩壁攀爬。呢種係原羊最大嘅進化優勢，令好多捕食者無法接近。無論係喺內華達山脈、卡索爾拉、格雷多山脈，亦或瓜達拉馬山脈，都有公原羊登上山峰。佢哋停落嚟，望多一眼自己嘅仔女。但係本能促使佢哋離開妻兒。佢哋冬天合家團聚，但係春夏秋3季就唔再見面。
公綿羊自細就受訓練，經常互相比拼一較高下。不過目前只係玩緊教育遊戲。喺伊比利亞半島嘅春天，唔同品種嘅雀鳥集結喺某啲繁殖地築巢係必然嘅選擇。適合交配繁殖嘅天氣唔會維持好耐，而孵蛋以及養育小鳥嘅理想地點亦都相當有限。好多雀鳥選擇嘅時機往往相同，於是呢類地點就好理想。所以好多對夫妻都揀咗呢度。除此之外，從進化角度嚟睇，呢度策略都有佢嘅好處。蒼鷺同大麻鷺或者係牛背鷺本來並唔合拍，但係走埋一齊，結合力量，始終有安全感，而且見到有危險，仲可以互相通報。喺埋一齊，又可以擋開嗰啲打小鳥主意嘅捕食者。所有狐狸都唔敢走近呢笪地方，因為隨時都會被啄死。至於缺點，就係隔籬鄰舍經常有拗撬，集體築巢，彼此之間太接近，往往會發生打鬥。佢哋嘅灰部咁大，隨時能夠殺死對方，不過實際上好少會造成嚴重嘅創傷。有趣嘅地方係，決鬥只係發生喺唔同種嘅雀鳥之間，即係話同種嘅雀鳥唔會爭拗。夫妻唔滿意對方揾翻嚟嘅樹枝，爭論往往冇結果。有時樹枝實在太長，邊個都睇得出。但係有時對方會堅持，咁就冇辦法。築巢嘅材料安插喺邊度，亦都係敏感嘅題目。不過通常都係雌鳥拗贏，始終留守鳥巢孵蛋嘅係佢。動物往往因為公中熊都有為咗誘惑母熊而殺死小熊嘅記錄。5月下旬，到處都彌漫住春意。由蒼翠嘅坎塔布連海岸到阿爾梅里亞同莫席亞嗰啲乾燥嘅棕櫚樹同蘆葦草都唔例外。昆蟲嘅責任係為植物傳播花粉，以便植物喺第二年生長出下一代。佢哋亦都係食物鏈嘅主糧，形成豐富嘅滋養，支撐所有動物嘅幼兒以及比較年長嘅動物身體嘅所需。不過昆蟲存在唔
喺秘里牛斯山脈嘅雌榮園終於做好準備產卵。佢哋好有趣，各自千挑萬選咁揀中一塊葉，仔細咁觀察佢，好似每塊葉都截然不同咁。有啲葉片值得採用，有啲唔值得。最後揀定咗一塊葉之後，雌榮園就喺嗰塊葉度產一粒卵，然後用腳趾將葉面夾住，再輕輕擠壓。佢等幾分鐘，等卵子所分泌嘅無害黏液黐實為止。咁樣，卵子就俾葉片包好封住，唔怕受捕食者嘅侵襲。完成啦，又一個傳宗接代嘅機會。喺伊比利亞半島，未孵出嘅蛋所餘無幾。小鴨已經追隨住媽媽潑水，不過虼提父母仍然等緊。佢哋經常都壓軸。媽媽似乎唔耐煩，但係孵出嘅日期仲未到。佢哋嘅巢經得起水以及時間嘅考驗。雖然幾經磨損，但係亦都唔使支撐好耐。喺春天，所有新生嘅動物都要做好準備，應付變幻莫測嘅天氣。尤其係季節比預期嚟得更長。如果春天結束得快，水源短缺嘅問題會更加嚴重，好多水池都會迅速乾涸。如果春天特別長，好多幼兒初時都能夠存活，但係食物會由豐盛逐漸變得稀少。大自然總係要平衡物種嘅數量，佢嘅策略往往係令大量幼兒死亡，去成全少數優質嘅成員。伊比利亞猞猁幼兒開始出現喺伊比利亞半島嘅南面，表示周圍資源豐富，有野兔，亦都有空曠嘅地域。喺呢方面，可能人類幫咗忙，事實上都係時候。呢種世上最瀕危嘅貓科動物，似乎享受緊自己嘅春天。不過呢種物種數目嘅反彈，只不過開始。夏天一到，又會造成新問題。藍山雀帶住食物回巢，點知發覺自己嘅幼兒已經不告而別。夏天來臨，
帶嚟咗各種挑戰。連蟻都蜂擁入去佢哋嘅蟻丘，喺一啲蟻眼中，戰鬥係存活嘅唯一機會。今日係6月21日，夏天，天氣好熱，周有啲動物需要揾地方躲避太陽。對於喺春天出世嘅幼兒，呢個就係時機。佢哋要好好成長同學習，機會唔會有第二次。至於未乾涸嘅幾個地點，仍然有生機。多數活動都集中喺短暫嘅夜晚進行，因為氣溫低好多。喺中午，陰暗處嘅吸引力好難抗拒。呢個只係循環週期嘅一段，炎熱嗰一段只有強者能夠捱過。蝙蝠媽媽喺度生育，蚊喺度孵化，蠍子喺度打鬥。